清靜地，色空參透世間那情。貧僧乃是崇敬寺無上法師，今日有位夫人自走，宴請李參軍到來觀賞牡丹，定下了西軒一席，竿頭標有金花為記。徒兒們，新貴光臨，你們要小心侍候。胡草大爺馬。黃三坑，愛向人間本不兩平，縱橫意氣牽江湖，虛無蹤跡來夢小胡說什麼？隨我來！胡說！將神奴本量西軒直上。施主有禮，有禮。西軒一席，今日乃是韋夫人定下，請新貴人都來觀賞牡丹，案頭已標有金花為記，施主還是往南軒方便。哪一個新貴李參軍啊？就係當今盧太尉嘅第五女婿。咁李參軍是何許人？李參軍乃是狀元出身，
才華蓋世，可惜。可惜什麼？出家人不理是非，阿彌陀佛。講。可惜師德有虧啊！何謂師德有虧啊？李參軍棄了前妻，入罪勞苦，可憐前妻霍小玉一病纏綿，長安稍為相識其者，都多感小玉嘅多情，而公憤利益嘅薄幸啊！哎呀，係夫義忘情，此亂終棄，此乃世間上第一座嚴之事。眼何不將那負心人一劍刺死？咁豈不是令霍小玉一生絕望？野馬情情愛愛，冤冤嫌嫌，公說啦公有理，婆說啦婆有理，管他這什麼？世間女兒多恩怨，誰非誰是怎麼分明啊？今日攜琴再奏上明花，嘿，莫為他人啊減了尋春呢輕胡初過來，嘿，就將美酒擺在南軒，待啱上過牡丹，再來暢飲啊！灑取時候，阿彌陀佛。